今日有樓睇，係由利嘉閣地產45週年真盤元贊助播出。整體樓宇買賣喺成年價量齊升，並且連升3年。代理相信馬年嘅住宅樓價再升最多1成。零售市道仲未好轉，每年都短租鋪位嘅花店老闆話，消費力有所減弱，租金都進一步回落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有樓睇，我係陶俊文。統計顯示，成年樓市價量齊升，創咗近4年高位。代理就預計樓價喺馬年有望再升最多1成。過去1年樓市走勢先低後高，受惠100蚊印花稅嘅樓價上限放寬到400萬，同外圍多次減息，樓價喺成年累積上升7.8%。造價反彈之餘，統計都顯示樓市交投都上揚。利嘉閣統計土地註冊處資料，截至上星期四，整體樓宇買賣登記連升3年，成年有87,506宗，升近3成，係2021年牛年以嚟最多，涉及超過6,789億，升2成半，都係4個農曆年以嚟高位。代理預期成年最終有88,200宗買賣，涉及6,840億，升3成1同2成7。憧憬經濟好轉、息口向下同股市財富效應，展望馬年交投有望再升1成，刷新97,000宗嘅14年新高。舊年有個特色啦，就係一手發展商推盤比較靈活啦，咁亦都因應嗰個100蚊印花稅咧，發展商就推出大量嘅即係400萬樓下嘅單位啦，去到符合迎合個市場嘅需求嘅，帶動咗一啲好多細價嘅物業交投係大升啦。咁啊隨後啦，咁啊整體經濟咧都係10級升啦，隨上升，再加上去到第4季開始咧就連環減息。咁都帶動到咧，即係成個樓市氣氛係非常之暢啦，咁令到嗰個交投係大升嘅。住宅方面，以一手升勢最急，成年暫時已經有超過26,500宗，按年急升4成1，涉及2,600幾億。二手市場都受帶動，期內有50,400幾宗成交，增長2成4，成交額有3,400幾億。多項指標都錄得雙位數嘅升幅，面對價量齊升，陳海潮形容反映整體樓市回暖，以交投量突破較為顯著。踏入馬年，佢預期住宅樓價表現穩中向好，有望再升8%至10%。我哋相信嚟緊今年嗰個息口咧，都係仍然會趨向呢個平穩，甚至再向下減多2次息嘅。咁對嗰個入市嘅氣氛意欲一定有個幫助喺度啦。馬年嗰個整體樓宇買賣登記咧，有機會再升多1成，就去到97,000宗嗰個水平。咁屆時咧就會創14年嚟嗰個新高嚟嘅。咁至於嗰個買賣總值，我哋估計會去到7,950億啦。咁呢個亦都會創5年嚟嗰個新高嘅。咁至於你話住宅樓價啦，我哋都係睇好啦。咁馬年嚟計咧，有機會升8至10%嘅。受惠細價樓印花稅放寬，樓價400萬或以下繼續主導大市。成年錄得超過34,000宗成交，按年急升3成半。不過升幅最大嘅要數到1億以上，按年升7成4，期內錄得364宗買賣。無線電視何心怡報道。休息一陣啦，返嚟家居置富去長沙灣驗樓，喉管漏水，櫃底亦都有垃圾，交樓質素係點？返嚟節目時間夠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今日有樓睇，係由利嘉閣地產45週年真盤元贊助播出。